那台江大概从400年前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内海，荷兰、清朝，然后日本人在这里，这等于是一个荷兰时期就发现了一个，等于是一个台湾一个很早的开启的一个国际贸易的地方。所以在这个大航海时期，其实很多国家的人都会在这里做一些贸易。也因为曾文溪的泛滥，就是这个地方等于算是一个海埔新生地。那大家就知道这是一个比较低洼的地方，它可能是一个很原始的湿地。那人来到这个地方，然后就依据他们的祖先的一些生活智慧，开辟这里，比如说他围竹做渔温，然后开辟盐田等等，所以因此它有一些很早期的产业，比如说是养蚵啦、养鱼啦，甚至于盐田，这都是我们很在地的一些产业。那相对的，国际级的，我们大家都知道了黑面琵鹭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地方？因为这里有渔业。有这些养殖的渔业，那也由于这边很特殊的就是一个浅平式的养殖渔业，收成之后，它为了要养地，所以它要慢慢放低水位，让这个地方可以经过太阳的曝晒消毒。那因此这时候会有一些下杂鱼残留在这个鱼温，正是我们冬季候鸟来的时候，因此这些国际级的黑面琵鹭啊，或者这些雁鸭科的这些水鸟来到这边，正好可以有这些食物可以度冬，然后又不受人为干扰。因此台江包含了我们刚刚说的历史产业以及我们的生态，就是我们最大的特色。好，那我们台江湿地学校有准备上课了。其实湿地有很多种，那它有不同的等级。那其中呢，像是我们有国际级的湿地，全台只有2个，而这2个都在我们台江地区。一个是四草湿地，一个是曾文溪口湿地。为什么它是国际级的湿地呢？因为如果它不见了，或是它受到很严重的影响，它会对国际上的保育或是一些国际的动物会有影响。好，另外还有另外2个是国家级的湿地，是七股湿地以及我们的盐水溪口湿地。如果它受到影响的话，可能对我们国家的一些环境啊，或是保育会有影响。其实，在刚刚讲的这些湿地里面，大家有人提到有人、有鹅啊、有鱼、有鸟，还有虾，对，虾也是很重要。其实这里就告诉我们，湿地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功能，给不同的生物。湿地大挑战，等一下呢，我们会玩这个游戏，来考考你们对湿地的认识有多少。没有错，它就是湿地。我们一起来看最后这个湖泊到底是不是湿地呢？它是湿地。好，也是有人有不一样的答案。那如果稻田是的话，它可能会死掉。是这么一回事吗？有的圈有的叉，看起来这个是圈圈叉叉。请问图片中这个湿湿的公园是不是湿地呢？答案常见带是湿地，给大家自己一个掌声。那什么叫湿地？湿地就是有水有土的地方就是湿地。那也为了让大家可以了解这看似不起眼的湿地，其实它里头富含了非常多的生态系，因此我们就开启了我们想要设立湿地学校。那正好呢，我们就以在地的产业、在地的生态以及在地的人文历史我们就开发了一系列的课程啊，作为推广我们湿地环境教育的一个基础。光复思想，湿地冒险王 ，Let's go！ 这座桥叫海宝桥，就是以前呢，荷兰人怎样跟郑成功打仗的一个地方，对面有一个那个纪念牌在那里，要走过去看。第一个我们要寻找的红树林是谁？红海兰。我们现在看到这一棵呢，就是红海兰。那你们可以先观察它的叶子有什么不一样。来看一下这里，这个是什么东西？尖尖的东西。对，你们看，几乎每一个叶子它都有尖尖的，我们称它为什么？天线宝宝。这棵的红海兰它有什么特色？它是什么苗？开生。
大概几个月才会长下来，不可以采它。12个月，而且它长度可以到最长可以到大概是30公分哦，很长哦。啊，它的叶子呢有什么？有什么叶子？天线宝宝，而且啊，它一面是光滑的，它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话，它太阳光照射它，因为这边阳光很强啊，所以它就会反射回去，就不会吸收很多很多的阳光。这边蛮多招潮蟹在这里。刚刚我看了好多只，你看那边好多只，你看好多只招潮蟹在那里，你看，很多。那我们要介绍另一种胎生苗，它比较怕冷，在我们南部比较少，就叫什么水什么的？水笔仔。来看隔壁这一只，就是水笔仔哦。这里，它们的胎生苗比较光滑，刚刚的是有皮孔，这个是没有皮孔的哦。学员来到这里是走出户外，透过你的五感，开放你的眼睛，好，自己去体验、去摸索。红树这里生长是为了怎样？保护生态，保护我们的河堤，也会什么提供了很多，那个下面的什么弹涂鱼啊，还有那个招潮蟹它们的一些有机质的生物，它们掉下来的叶子，而且这个湿地如果不见了，我们这个整个河堤可能就会冲刷掉了，所以我们要不要好好的保护这块湿地？要。我最喜欢的是水笔仔，因为它很粗，它摸起来滑滑的，它很像一个铅笔。我觉得我可以不要乱丢垃圾，然后带环保餐具。我看到红海蓝、蓝鲤、海茄冬跟水笔仔。不要乱丢垃圾，保护湿地生态，让生态可以永续。我觉得从了解，你一定要了解这个生态系之后，你才会去注意它、爱护它，然后进而你才会有环境行动。就希望大家可以想一想，未来我们希望，以公平正义来说，世代正义来说，我们要怎么留下我们的环境给下一代？那我们到底从生活当中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我们的生态环境会变得更好？我们要搭那个小叮当的时光隧道机吗？回到300-400年前吗？对哈，回到300-400年前，这个地方真的是白浪滔滔哦。为什么？因为这里就是台湾海峡，很难想象哈。台湾呢，台南是一个沧海变桑田的地方啊。我们台湾的南边呢，西南边呢有2个内海，一个叫做岛风内海，一个叫做台江内海。台江内海的外围有11个沙洲围在这里，这边才是台湾海峡。就是目前的这个地方哈，那我们的这个从北边数过来的第4块沙洲，就是这一块土地，叫做北汕尾岛，最北边最尾巴的沙洲北汕尾，现在叫四草。我们先看前面有几条河道，3条河道，对不对？这3条河道呢，你看这一条。最早开挖出来的这一条呢，是清朝末期的时候啦，同治年间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厦门跟鹿耳门港2个是对渡口，鹿耳门港呢淤积了，所以呢，他们厦门的船就改停到七股的那个国赛港。台南的生意人说怎么把大船上面的东西搬到古城来，就用人工挖了这一条河道。专门在运送民生必需品的，那只能开竹筏，称为竹筏港哈。然后呢，中间这2条呢都是日治时代开辟出来的。中间这一条叫台南运盐古运河，日本人来了啊，他发现我们台湾的西南海岸边很多盐田，那他也在这边开辟了一个安顺盐田，盐巴赛成功了。他说我怎么把盐送到安平，就用人工挖出这一条运河，专门在运盐的。科民正在工作，看到吗？他们这个是收起来了，然后呢，一串长长的一串，那里面呢有一坨一坨，叫做几崩几崩，台语就是几崩几崩。他现在把它捡起来，一个一个捡起来，就送到里面。有没有看到很多阿姨在那边工作？
它就是把牡蛎呢剖开来，牡蛎长在哪里？蚵仔煎的蚵仔长在这里下面，咸咸的海水，它不会在淡淡的那个淡水里面。那这种那个棚架呢，我们叫科棚。湖棚式的养殖方式是目前台湾产量比较多的哦。你看为什么？你注意看哦，为什么叫湖棚式呢？你有没有看到有些科棚呢，几乎贴着水面，看到了吗？那有些是不是离水面还有一小小段距离？因为呢，一串一串的牡蛎挂在哪里？你待会儿注意看那个竹竿，一条一条的尼龙绳就挂在下面。那我们现在捞一串起来看哈，看它到底长怎样哦。蚵仔在哪里？我都看到绿绿的啦，绿绿的不是蚵仔，绿绿的叫孔雀蛤。孔雀蛤，因为这个是教学用的啦，所以呢卡了很多贝类在上面。那如果是科米的话，它不会让它长成这样，让它长成这样，里面的蚵仔是吸收不到养分的。进咧做船啊，这片水，以前阮拢叫伊着做四车蚵，啊啦，这个港口阮就叫伊着做大港口，安平人叫伊着做旧港口。阮以前伫遮，因为咱迄阵啊早期也袂有工业嘛。所以咱内底遮鱼下水足济，所以这个水除了饲蚵仔以外，咱阁有咧放蛤蟆，嘛有人伫迄水内底咧摸海，就用徒手伫迄咱会当摸的所在，就是讲有足济鱼下水就会当掠安尼。8年左右，我就来伫遮开发啦。咱导览解说当然就是一步一步来，就是讲。咱除了现有的生态的介绍，咱一项加起，就讲咱遮的生活就有咧有吊砧，进前就有吊砧，咱就甲吊砧用起哩。迄早就咧放蛤蟆，咱就为一片互人讲会当去摸蛤蟆，咱就饲蚵仔的部分，因为咱外口即马外口入来人有无？伊对咱的物件无了解，咱若是单用嘴甲讲，伊嘛无法度了解，所以咱拢会当呈现，拢尽量一套一套。遮咱就包括咱头拄仔咧讲遐生态甲渔村生活的部分，咱会做介绍。就是咱当然咱遮以前就做台江内海嘛会当讲是台湾第一个国际贸易港口。隔壁阁有迄个安平，咱以前咧讲的大园，遮阁有北线码头。遮的历史有无？伫咱这解说的这个过程，甲咱附近的历史拢会当融入，包括生态这样安尼一趟下来。漂亮哦，所以呢，他们会把绳子这边绑，就把我们挂在中间，所以叫什么？越远的越横。好，来，我们现在呢，看这里有没有看到一片绿油油的树林？这一片绿油油的树林就是红树林，鹭鸶家族。春天、夏天，我们的鹭鸶家族会来这边筑巢。他们这一大片有记录到200多种鸟，我们有所谓的鸟类3宝，其中一只黑面琵鹭。那另外2宝是谁呢？长脚鹬，另外一只黑白分明，嘴巴微微往上翘，它叫环嘴鸻。鸟类，明日人类。今天鸟的环境呢，就是明天人类环境的写照。所以我们要不要保护环境？要不要爱惜环境？要哈，而且不止爱惜，我们要认识我们周遭的环境嘛，对不对？你认识它了，你就会喜欢它，你就会关心它。我们的这一块土地就有可能你对这块土地就可能有感情。好，那我们呢？看一下我们的右手边有没有看到一艘工作船？这一艘是渔民智慧的结晶哦，它是利用跷跷板原理做的吊针。加油！对，加油！帮我们的小宝贝加油哈！站起来，好，小心，好，小心，好，小心，很好。
绳子给我，等一下哦。有没有鱼？好。多数咱咧坐船拢是坐伫船仔顶听人咧介绍一寡现有也好啦，过去的物件，就是讲无去做接触的工课啦。我是感觉咱若无去做接触到遮，你来到遮，只是坐一个咱讲船也好，摆也好啦，坐等于了，敢若像个无真正来了解这个地方的文化。所以咱伫咧做的过程，咱就开始思考看，咱遮原有有啥物，咱遮渔民伫遮有做啥物方式咧掠鱼用啥有无？咱嘛是类似一个文化传承，所以咱就开始啊吼，咱就是设立个钓站，钓站已经伫遮已经失传30-40档啊。当咱出来咧做的是希望这个物件会当呈现。究竟毋是为着要了偌济，是要互了解遮的文化。当然咱嘛有去收有迄个亚工过。亚工过之前，以早咱毋是亚工过，咱就是下定制渔网，咱讲网格。网格较慢慢的演变来到近，就是用蜈蚣网。如果有渔获的话，就从这边打开。今天有没有渔获？没有渔获，告诉我们一件事：要不要珍惜海洋资源？所以我们捕鱼呢，要抓大放小，才能生生不息哦。搁一种就是咱有的就是手拍网，翘带肩胛头甲手害出去，安尼就是拍出去，用手甲拍出去，安尼就是手抛网。手抛网也好，八卦网也好，就是嘛是咱伫遮咧掠鱼的一个方式。咱若是大人来到遮，是要互伊一个变做伊的儿时回忆。囡仔来到遮，小朋友来到遮，咱是要互伊一个。伊的文化的传承，互因了解咱以前的人是安怎咧伫即个土马咧生活。因为历史的物件袂改变啊嘛，但是生态的物件你无去做，消失，你要搁互伊回来，也是就毋是遐简单的代志啊。希望讲透过咱的生态旅游，咱的校外教学也好啦，咱伫导览解说这部分有无？互遮的来参与的遮的民众会当了解讲，这个土地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其实咱这个环境有无，还是那个是持续在恶化之中啦。当然就是讲，这资源又无去，你要叫伊回来，不是一朝半夕可以完成。但是咱袂当因为安尼无去做啊。就是因为遮无简单，咱来开就赶紧去做遮个工作，做遮个教育，互大家会当了解遮个环境的问题安尼。课程开始，咱先来讲故事，好无？好。12殿关帝爷，大战青眉蛇的故事。大家拢知影吼，古早对一条溪叫做青眉蛇。真正有青眉蛇无？有。伊的华语叫做蟒蛇。伊是涂骹，伊就大棍安尼咯。伊是活伫咧涂骹内底，伊真正无目睭，因为伫涂骹内底毋免有目睭。青眉蛇伊就乌白走，就亲像咱古早的詹文溪共款。咱台江嘛是因为詹文溪乌白走、乌白弄到尾啊，咱规个台江怎啊无去？毋过123年发生一件代志，连续落大雨，连续落7月7日的大雨，所以山顶所有的石头啊，所有的土、念树啊，拢做拼落来台江内海，看，后顶滑，预备来，看，看咧，走起喽，要做大水哦，大家爱细字哦，大家赶紧走，伊就赶紧双脚安怎跪落来，天成请关帝爷指示一条活路，即嘛。请大家
赶紧去种3泡竹啊，不对，去种三层青啊，搁来乌一条沟啊，吼，啊，甲恁犁田的犁头符，煮食的鼎，哦，煮食的鼎，啊，搁会当延续生命的七星灯，做伙甲伊带入去沟仔内底，准备要来甲什么青梅泉，好啊，请拼一个大战数百回合，到尾啊，青梅泉就我去互官邸啊，赶离开12点。得志夭夭啊！台江内海除了咱这边以外吼，台江的外口有7只海翁，你知吗？这是七鲲参。鲲参哦，一直足大的海翁。啊，咱北边的迄个倒风内海有蓝鲲参，有青鲲参。咱这边就算这7只，第一只就是安平古堡遐，伊叫做1鲲参。后2鲲参的炮台，安尼一直到第6只、第7只，就是咱台南的上南边啊，湾里，就是成功国小台啊，鱼球啊，那边是第6跟第7鲲参。所以较早伫安和路到鲲参，这中拢是海的。我们海淀国小就在嘉南大圳的河堤旁。那小台江是在2005年由金春老师还有该班的家长吴茂成爸爸和班上的学生一起组合而成的小台江。它原开始呢就叫做小台江读书会，它是希望把嘉南大圳当作学习的对象，以河为师，然后带孩子走在这块土地上，然后认识我们的家乡环境，然后呢也从里面做一些行动学习，然后去爱护河川，守护家乡。其实我们这些带领的引水人啊，从我们的领航员、船长到我们这些引水人，其实我们的童年经验都很雷同。我们都是在水圳旁、农田边长大的孩子，所以我们对土地有一种很自然而然的情感。可是现在的孩子其实是跟土地疏离的，所以我们很希望带领孩子走出这个四四方方的房子，真正的去打开他的眼睛，打开他的心眼，真的看待我们外面的环境是什么样子的，真正的就走到现实的环境里面。他就会确定之后，咱的起标打标地赶快按打触点，打触点打后以后，其实有一块非常重要的事。那后面为什么要种4组？就是如果说有这个海到来的时候，保存金就是这样，大家就好好的去。我家都是这样，基本上画我大概是吧。然后我们就会规划一连串的行动学习体验课程，所以我们就开始比如说我们要守护河川嘛，然后我们就有竞题的课程。我们今天要去竞题，我们的竞题工具有水桶、夹子、手套，还有垃圾袋和雨鞋。现在我们要下去竞题了，请注意安全。我们做竞题是为了保护河川，让河川变得更干净。我们在竞题的时候，有时候会做水质检测。我们做水质检测的原因是要检查河流的水有没有健康。那我们现在来做水质检测，现在温度是26.5度，现在水温度是26度。我们可以用这张色卡比对，然后来看它的浊度到底是多少。然后我们再来会用滴管，然后来做 pH 值。然后我们 pH 值的药具只用放1颗。
然后盖起来，开始摇，摇到要进东西。我们的 pH 值是7到8。接下来我们要做浊度，然后浊度的话要放2颗药剂。我们的 pH 值已经调到7.0，然后我们现在要来看它的 pH。那我们今天酸碱值测起来，仪器和检测包分别是7.60和7到8，那代表说我们的酸碱值是中性，但有1咪咪偏碱。那我们之前江南大圳的水测起来也差不多是这样子，所以代表说它的水质并没有变化。大家有没有看到这边都有一个洞一个洞？那个是我们小台江在净堤时有常常发现的，那个是招潮蟹的洞。我们小台江在净堤的时候会有发现招潮蟹，那个会是用我们的眼睛看见的。然后最后希望我们的环境能越来越干净，让以前看不到的生态回到我们的家乡。最重要是什么？会标一整大道公灯，好，来拜大道公。那当说大道公，就是说标一盏灯。西溪寮当年北边就是在台江大道这边跟公权交叉口。一般大地人公我参加小台江后，我觉得要爱护环境，我要爱护这个家乡的土地。小台江学习到了课本上很多没有写的东西。加入小台江之后，可以让我更认识家乡，然后了解家乡的历史。透过走路，脚踩在这块土地上，真的去感受到我们的家乡跟我们的土地产生连结，让更多人一起来守护我们自己生长的这块土地。行行行，行出来刚好听。